咱今仔日的头一位的分享者，做电影城，伊即摆伫台师大的台湾语文学系咧读册，伊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 alternate map。其实即个主题我嘛真无熟，所以我嘛是真期待影城今仔日的分享。好，咱欢迎影城。嗨，大家好。你好，好。我先来分享我的电影。安尼敢有看到？有。有，安尼有哦。好，大家好吼，我是电影城，今仔日我要来分享故事。我毋知影讲，我今仔日是要爱分享人生故事，所以我就准备一个甲我人生可能无真大相关的物件，但是嘛是有相关的，就是我之前就是有咧做即款代志，所以嘛是讲小可有关来让介绍互大家知影吼。大家讲今仔日要做啥物？今仔日要讲啥物吼？今仔日头先的就是要讲自我小解嘛，过来就是今仔日的主题 alternate map。第三就是讲问题甲讨论，第四个就是工商时间。好，头一个就是咧讲我的自我介绍，我是婚林人，吼，大家好，就是好先感谢阿莹邀请我来参加个分享会安尼啦。好，我是婚林人，我即摆是台湾系师大台湾系4年的学生，好。今仔日是大家应该是头一摆见到我嘛，头一摆熟悉我是啥，但是在座的人我已经进前就有熟悉，比如讲阿莹甲阿东，我之前就咧 follow 恁的 IG， 所以真欢喜会当今日伫遮甲大家开讲讲在意好，这是我的自我介绍。好，三来咱就是要来看咱的主题，就是 alternate map。伊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讲替换替代的一个替代的地图。我现在看这是啥物物件吼？好，我即摆是台湾系学生嘛，我其实除了台语以外嘛，我嘛是真介意其他的领域，譬如讲地理、历史，还是讲政治，我就是真介意讲去思考，去思考，还是讲去批判去。质疑真侪历史的议题啊，真侪政治的议题，嘿，所以佮加上我家己咧，就是脑洞很开，就是地理吼，也还是讲历史读咧，就会想细佫想细。比如讲，我就会想讲，若是讲今仔日咧，即个美国甲伊个北边的数比加拿大诚做一个国家，即个世界变做啥物？变做啥物款？若是讲咧。有一工，咱的孟加拉国甲印度的西孟加拉省，若是统一做一个国家，就是孟加拉人，讲伫一个国家内底咧，即个南亚会生做啥物款？即个世界会生做啥物款？咱就是会想这个想迄，嘿啊！这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啦，就是 alternate map， 就是甲即摆现出时的地图咧，就是迄个国界啊，是迄个。国家就是甲伊浮调啊，画出一个你心目中理想的、你心目中想的地图，就是今仔日要讲的、要介绍这个物件。好，啥物是 alternate map？ 好，就是简单来讲，其实我伫咧网络顶悬找无真正找着有啥物定义，但是根据我理解，就是照你家己的想法。照你家己的政治的安怎讲，主张政治的立场，还是你的想法来定位即个世界地图。我即摆其实除了follow真侪台文的考作，我嘛有follow真侪地理的考作，有真侪人嘛拢咧做即个 map， 就是咧画伊家己心目中的世界地图安尼，有真侪人咧画。譬如讲咧。但是咧，即个考作无共款的人，因会有无共款的想法，会有无共款的观念，无共款的政治的立场，所以因咧画即个地图的时阵嘛，拢有无共款的
话的方法。比如讲，有的人咧，因就会甲，互迄个无国家的民族就会互伊独立。比如讲，进前让有咧查迄个西亚的库德族想要独立，有的人咧，伊就会甲土耳其啊、伊朗也是伊拉克，就是拢伊拉克拢乌一片起来。互因迄个库德族一个所在当独立，互即个民族会当独立做一个国家，就是互因伫即个中即个所在，即块因大诶所在独立做一个建国安尼。嘛有人咧，嘛有人伊就会甲共一个语言诶国家合并做一个。比如讲韩国即马，韩国人即马是北韩甲南韩，啊有诶迄个我follow诶 Instagram， 因就会甲韩国统一做一个国家，啊无就是讲，或者是讲就是甲。讲荷兰语的，嘛会甲伊统一做一个国家，譬如讲荷兰甲北部的平语，因就会有的人就会甲伊就甲即两个荷兰语的地区甲伊统一做一个讲荷兰语的国家，荷兰人讲荷兰语的国家安尼。后来就是咱头前嘛有讲着，就是孟加拉，就是甲孟加拉国甲印度的孟加拉邦，就是拢讲孟加拉语的所在拢统一起来。安尼就有人会有无共款的做法，传落来。所以简单讲吼，即个 Elton Map 就是简单讲，就是甲即马现主是现有的国家啊，也是讲地区啊，你家己去拆开，会甲伊去合并做新的国家，就是咱今仔日即个 Elton Map。但是咱其实我即马follow的迄个 IG， 真正 IG 下口做因拢是大部分拢是做。澳洲诶，因为因真侪人嘛拢是这远诶人，所以因较罕地来看咱亚洲遮诶代志。所以其实真可惜啊，因为其实咱诶厝边吼，中国要拆开嘛是真有意思哦。所以咧，咱今仔日主题中诶主题就是咱要做伙来拆中国哦，咱要来看讲要安怎拆中国，要安怎为中国一个 Elton 诶咩？毋知影大家有偌熟悉？中国，伊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个资料是官方的资料咧，是讲吼，中国咧有56个民族，因上大个是汉族，占所有农村的人口91.59%。嘿，啊，即个汉族咧，伊有8种语言，有华话、双语、吴语、广语、客语、闽语、粤语甲晋语这8种语言。但是咧，大家听到遮我。毋知恁敢会感觉讲奇怪？我进前读到遮，拢会感觉讲足奇怪的，因为咱拢知影讲，这8种语言咱之间拢无法度互相理解啊。比如讲，阮敢会晓讲闽南语阿嬷，就是听无华语啊，咱互相都袂当了解啊。但它有一个民族的语言，汉族它有一个民族的语言，伊下口会有8种无共款，无法度理解语言，这足奇怪啊！安尼，即个理路就敢若亲像讲，你甲讲法语的法国人，讲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罗马尼亚语的罗马尼亚人，甲因统一做一个民族，叫做拉丁族。因拢是拉丁语系，要甲因统一做一个拉丁族，这足奇怪啊！因这3个国家语言就是袂通啊，因的文化嘛有真济无共。若是要硬合并做一个民族，就是足奇怪。啊，汉族就是共款的理路是，啊，因为咱大家咧想讲，咱大家即马大家应该对民族的认知，拢是讲一个民族的，就是一个语言嘛。比如讲，咱的厝边隔壁韩国啊，咱就想讲韩国人，因就是讲韩语啊，讲韩语的人就是韩国人啊。啊，咱是讲越南，讲越南语的人，因就是越南啊，啊，就是安尼，就是，所以照即个理路，就是汉族即个物件就真奇怪，它有一个民族咧，会有8种语言的，应该是讲，要正确来讲，应该是这八种语言的8个民族要绑伫，互汉族绑起来，绑伫一个汉族内底啊，安尼讲才对。所以咧，咱就刷落来，咱就是要来，就是要来拆中国，用语言来拆中国。其实进前就真侪人想要来拆中国啊，就是有真侪种的文化，会分南边啊、北边啊，是南边、东部、中部，就是各种拆法拢。但是就是真罕见会有人用语言来拆，咱就要来讨论讲，若是用语言来拆咧，这中国会生做安怎咧？
各种语言即摆的状况是安怎的？若是各种语言因拢独立做一个国家，因会是啥物款的？咱就一个来看吼，嘛一个来熟悉。好，一个来看。好，头先的就是吴语。吴语就是先简单介绍这是啥物物件，就是一个8,000,000人的语言，这是中国的统计。这是目前中国第2大的语言，就是比官话搁较少尔，就是中国第2大的。伊的分布使用者大部分都伫浙江省啊、上海、江苏的南部，还是讲东部的江西、江西、一到东南部的安徽即几个所在。好，即个吴语伫台湾吼，较无人熟悉，较对台湾来讲较细分，对台湾人来讲较细分。但是其实伊的文化价值真悬，比如讲有真侪传统艺术都是用吴语来表演啊，就是苏州的兵团，还是讲上海的越剧，都是用吴语来表演的。搁有就是清朝的时阵呢，有4大白话，其中一个白话就是吴语苏州话的白话，就是清朝的4大白话之一。看来苏州的白话咧，因为吴语的白话，搁有一个真代表性的小说叫做《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就是即摆吴语白话真有代表性的小说，伊甚至搁有翕电影，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找即部电影来看。因为伊内底的角色，因拢是用上海话咧交流的，所以真趣味。若是大家有趣味想要听嘛，拢会当坐来看。嘿啊，好，若是讲咧，咱甲即个吴语的地区咧做独立。互因做一个国家的，因的人口吼就是8,000,000啊，差不多啊，伫世界上差不多是排第20名啦。比德国较少，但是比法国较济，就是第20名。GDP 吼就是1.4条世界第19，这是安怎算出来？就是大概就是算浙江省的人均的 GDP 搁成8,000,000安尼算出来。就是一个袂小的国家哦，就是这个人口，这个 GDP 拢是袂小。后来就是咱来看粤语，就是大家应该是拢真实的广东话粤语。中国主要咧是讲，即马粤语是7,100,000人咧使用，是中国第3大的语言哦。伊的使用者差不多是广东甲广西两个所在。即个粤语。所以粤语伫中国嘛是就是中国即摆上有活力，上有就是普通话嘛，第2个就是粤语。粤语其实粤语过来就是粤语粤语的中心是广州嘛，广州嘛是广州人因对粤语的认同嘛拢是真强的，比如讲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伫2010-2012的时阵咧，广州的某一个电视台就是讲要取消粤语的新闻，迄个广州的市民因就袂爽啊，因就上去抗议，讲要保留即个粤语的新闻，安尼，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其实粤语伊毋但伫中国真有活力，过来就是粤语的使用者嘛，拢对粤语真有认同，但是咧，粤语嘛是有受到真大的威胁啦。就是第一个就是中国咧推销普通话，过来就是广东市人口移入的大省，所以有真侪外地人会搬入来广东去食头路啊，去读册等等，所以就会影响到在地粤语的使用。过来粤语但是粤语有较乐观的消息啦，就是甲其他语言无共款的就是粤语即摆有一套较成熟的文字系统，就是就是民间家己发展出来的粤语的书写。虽然讲官方无承认，但是讲即摆有真侪粤语的学者会去找粤语的正字等等嘛。我之前嘛有看到有香港的人咧找讲咧创作一套字幕，想要来用即个字幕来编粤语，安尼就是真趣味啊，真期待未来粤语粤文的发展。
好，若是讲即个原语的地区咧，做一个国家伊的人口登加讲的，伊的使用者有7100万，那嘛是伫世界嘛是排第20啦。那就是较赢法国还是输德国的人口，较 GDP 就是一条，嘛是更人性的人均成外语的使用者咧，大概算出来呀，嘛是一个袂小的一个数，是袂小的一个国家。哦，第三就是闽语，我即摆拢看袂着恁，我就毋知影恁。好，无要紧，我就继续讲。毋知恁即摆是啥物反应无？好，我就继续来。好，再来就是闽语，闽语中国的资料是7500万人咧使用啊，就是分布伫福建、台湾、广大朝鲜甲海南地区。若是讲互闽语做一个国家咧，嘛是人口嘛是世界第20哦 ，GDP 嘛是袂少安尼。但是咧，其实闽语应该大家嘛拢知影，其实闽语之间的差别嘛拢真大，所以有真侪学者拢会甲闽语佫拆开来看，会分做闽南、闽中、闽东、闽北、湖鲜甲小中这1、2、3、4、5、6种语言来看。好，若是讲咱来摕咱的姊妹语言，台语的姊妹语言闽南语来看，好，闽南语甲台语统一，这两个所在，闽南甲台湾统一做一个国家，就有5000万人哦。啊，使用者就是闽南啊、朝鲜甲台湾安尼。啊，人口来看吼，就是较输韩国，但是较济西班牙，世界排第29，GDP 是一条安尼世界第20。其他语言啊，再来其他语言嘛来小看一下，有客语啊、雄语、公语啊、晋语。好，安尼最后咧就是大家看一下，过来其实官话嘛会当佫听啦，因为其实譬如讲四川啊、西南地区的官话，甲江苏地区的官话，其实甲北方的语言嘛拢差真济，所以嘛会有学者讲会当甲因这两个方言、这两个官话方言会当做一个语言来看，所以这若是大家有趣味着，咱家己去研究嘛，以后嘛会当大家。买当家己来做即个地图，家己来做一个地图来，吓啊！啊，若是讲照语言来听，中国可能看起来会写做安尼啊，就是吴语一个地区，闽语一个国家安尼话，可能会写做安尼哦。好，接落来咱就是问题甲讨论哦。头先的咱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恁感觉讲中国拆开敢会较好咧？其实咱即几年拢会看到讲中国的经济敢若无啥会当佫继续成长，还是讲安怎？就会当看就会观察到讲中国的中央敢若无遐尔大的力操，佫会当控制各地的经济安尼，所以对人就会有想讲，若是讲甲中国拆做一个小小的国家，因各地发展敢会较平衡啊，敢会较好。第二个就是讲你感觉讲，互台湾的甲闽南统一会安怎咧？毋知，我是真好先讲大家的想法啦。嘿啊，过来第三就是你对今仔日的分享，敢有啥物款的想法咧？我嘛真想要知影，就是讲你对汉族即个民族敢有啥物疑问，也是讲对任何今仔日讲到的啥物讲到任何物件，敢有啥物想法，敢有啥物问题当问？好，最后就是工商时间。好，就是我进前咧有一个就是咧教台语的口座，但是咧即摆我就是咧转型啊，就是要转做一个台语的图文漫画的口座，嘿，但是就是这个口座叫做新船尾啊。hin船就是晕船嘛，尾啊就是 bear， 用台语去音译，就是我就用这只尾啊来代表我，来用这只尾啊来为我平常时的日常的生活安尼。啊，我的内容就拢会是用台语来写，就是大家会当来有趣味就会当发落，嘿，但是我是想要讲，就是我更新的真慢哦，就是佛系更新嘿。但是大家有趣味就会当支持，多谢大家。安尼今仔日我分享就是到这啦，感谢大家。感谢
隐形精彩分享。啊，即个时间咧，会当互大家来自由的发问，还是讲你会当表达头拄仔隐形讲的遐几条问题安尼。好，首先是航空，敢是？敢是一条？我头像袂记啊。头一位是，哎，给你开麦克啊！你爱开麦克。对，空啦，空，健康的空。好。因为我头拄看到讲你无甲你甲讲华语的部分的时阵，你甲广东甲广西放入来，还是讲无甲香港甲澳门放入来的时阵，我就想应该你是感觉应该无甲伊放入来是安怎呢？我若是后来看到你闽语的部分嘛，甲台湾放入来是要，就是要讲迄个分开的迄个逻辑是为啥物呢？所以讲我就想再来第二个部分要补充的，就是讲华语的文字的部分，因为头拄仔讲就讲华语的文字的你的系统应该即嘛若是讲汉语内底，就是甲国语或是讲官话比起来，应该是第二个发展较成熟的迄个系统，就是讲。我即嘛平常时伫咧甲朋友写字，还是讲传信息的时阵，嘛是拢总用就是华语或者华文去写，所以讲就是讲我头拄仔你讲华语的文字，我想到的就是讲上起码，若是我即嘛伫即个网络的世代来讲。若是你文字的系统你无做够好，你的迄个文字伫即个世代就较歹传落，是讲，所以讲就是对啦。你迄个讲到迄个文字的部分，就是想要补充的即个物件。先回答讲迄个无甲香港甲澳门算入去的这问题。其实这问题真单纯，就是单纯我袂记哩尔。我就是甲香港甲澳门袂记哩。对吼，我才你讲对对吼，我袂记算入去啊，有香港甲澳门，就是安尼嘿啊，就是安尼啊。另外就是，真感谢你补充伊个原语个文字使用啊，感谢，因为咱也是嘿啊，无咧使用就是。会当互你补充，就是会当更加了解，感谢你的补充。好，再来后一位德辉，请讲。就为你的印象就讲我是去问一寡甲迄个方言的定义有牵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捌看迄个因为迄北欧的语言内底，亲像因为有当中迄个虽讲是无共国家的语言，毋过。讲的话有当中会通比论讲迄个 Denmark 甲迄个甲做一寡是Norway 还是倒位我袂记哩啊，就是北欧的有一寡语言，虽讲伊伫分类面顶是是分做两种，毋过其实认真要讲起来，伊嘛反正算同一种。安尼用语言来用语言这种方式来分国家，这个分类敢会当成立？爱给麦开。免怎讲咧，就是北欧因的语言拢是相活的，但是因是听做几个国家无毋对，但是这嘛是因为即马大部分的国家嘛拢毋是用语言来做标准来独立一个国家，所以这有当时嘛是做这个地图嘛是做趣味，若是讲若是讲即马安尼听会做会安怎咧？因为有时阵嘛是做趣味，因为你去问这语言的人，因嘛是袂感觉讲因是敢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也是啥物，所以这
伊嘛是拢会感觉讲伊是敢若就是中国人，所以就是一种做趣味，敢会使佫互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感觉是甲方言牵连的，就是讲语言学面顶讲的方言，甲比如讲人讲台中讲论述内底讲的迄个方言有啥物前差咧？敢会使甲咱开破者？我知影方言甲语言的差别是，伊有两种定义，就是语言学的定义甲政治上的定义。就是你语言学的定义，就是讲即两个所在，因两个人无学过无学过对方的语言，因两个人会当交流的，就是一个语言无共款的方言。但是即两个人因无学过对方的语言，但是无法度交流，无法度沟通，因就是无共款，因就是无共款的语言。如果若是讲是政治上的定义，就是亲像北欧就是一个例啊，因就是因即摆是独立的国家，所以因就是袂讲我即摆讲的语言是一个，譬如讲 Danish 的一个方言，Sweden 就袂讲我即摆讲的语言是 Danish 的方言，因为因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伊要保持伊的独立性，伊就会讲我即摆讲的是 Swedish， 中国因就是。若是讲中国，因就会讲，阮就是中国人，所以因就是会讲恁下骹其他迄个外语啊、闽语拢是咱是讲咱汉语的方言尔。咱民族的语言是汉语，是中国话是华语安尼。所以这就是语言上法上的定义，甲政治上的定义安尼。所以你这讲方言，啥物叫做方言？是意思是互国家各族的立场来控制，会使小可安尼讲着无？政治嘛会影响到迄个方言啊，是语言安怎定义。了解。好，安尼换后一位。好，后一位他都有看到阿空敢是要补充？对啦，就是真像拄仔讲着讲，就是讲啥物叫做是语言，啥物叫做是方言，即个物件其实。亲像拄仔讲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政治顶悬的定义，一个是即个语言学内底的定义。所以语言学的定义就拄仔讲的，两个语言，两个话，伊互相会当讲话，毋免学互相的语言，就会当直接讲话，就是讲我甲你的话是共一款语言。但是讲拄仔讲着北欧，迄边的，就是讲。丹麦甲迄个瑞典甲迄个挪威，迄三个国家的语言其实是通的，就是毋免学你嘛会当甲直接讲话。但其实拄了讲迄个北欧以外，其实嘛有其他的所在有即个情形，比如讲南欧迄个南斯拉Yugoslavia 迄南斯拉夫迄边讲嘛是。有三四个国家，伊家己讲伊的语言是独立的，但是其实因迄边的语言拢是通的。只是简单你迄个国家家己的民众感觉讲我甲你的语言无共，就讲所以讲社会学内底我感觉，我甲你讲的是无共的语言。另外讲就讲语言甲国家即个物件，其实你亲像讲你即嘛即个即嘛会讲英文的英文母语国家足侪有差不多10几个，譬如像美国、英国来讲，澳洲嘛是用英文去讲，是说伊的母语，但是讲伊嘛无一定讲哦，我甲你是讲英文的，就有啥物一定我一定爱甲你讲即个国家是安怎？即个语言是有影响，就讲我甲你是敢是共一个族，敢应该是共即国家，但是讲。即敢若是一个因素，你若是讲用语言去讲，迄个时阵哦，迄个Hitler 迄个时阵嘛是讲哦，你迄个奥地利啊，甲我讲一个语言，我甲你南做伙，若是安尼讲嘛无好啊，因为迄边啊，其实嘛毋需要安尼来做。了解，安尼再来换爱英，应该是。
我想要问讲，我想要了解讲，即个 alternate app 有，就是伫咱中文，还是讲用汉字，敢有法度去查伊个迄个关键字？因为我发现讲，我若是就是要去查，敢若用英语查会较方便，安尼。其实我嘛有用想要找讲 alternate 敢有中文的翻译，但是敢若拢找无呢。我系啊，就是可能伫即马亚洲遮，也是讲用汉字遮，可能较无人咧算这吧，可能。就是我即马嘛是无看到有中文的翻译，系啊。安尼，你讲你有去对去看别人诶咧分享，因遐分享是拢去倒位找，就是遐资源，还是因遐讨论拢是敢是台湾人咧讨论诶？毋是呢，拢是欧洲人咧讨论的，拢是欧洲人做，因就是伫咧 Instagram po 因画诶图，因家己画诶地图，因为可能讲嘿啊，就是大部分拢是欧洲人，还是讲美国人、西方诶人咧画，亚洲人可能较少，我较少看着啊，罕你看着嘿啊。所以这会使，就是除了用语言来分，嘛会使用其他诶分诶方式来分就对。有真侪人会甲，譬如讲，有真侪人会甲以前存在国家个呈现出来，譬如讲北欧甚至拢是瑞典咧统治啊，就有人诶欧洲地图，就是北欧拢是真多一个国家，就是嘿啊，就是大家画诶方法拢无共款，嘿啊。好，了解，安尼，好，想尾仔一个问题，互明芳问好啊。好，你好。迄个我想要问讲，漳州人甲泉州人，伊迄两个迄个声韵差反济，漳州人反正听无泉州人讲话，安尼敢算是共款语言？阁有哦，咱台湾嘛是有共款诶问题是，鹿港腔、油西腔敢是两个语言？好，感谢你诶提问，但是即个有时阵，咱诶鹿港腔，咱较听无，有时阵就是因为是咱即马人诶台语歹啊。因为可能真正进前诶人，因就是真正嘛会就是听会出来鹿港人是会讲啥物物件，就算讲伊毋是讲较泉州腔诶迄个鹿港腔，可能伊嘛真正听会出来。可能咱即马会听袂出来，可能是真正即马真正是咱诶台语歹啊，就是无遐济。就较袂当分出来讲，伊咧讲啥物物件。我感觉毋是，毋是哦。毋是，鹿港腔像老岁仔就听，就是一般优势叫老岁仔听鹿港腔也或者听，这是有可能的。对，但是嘿啊，但是即马就是要画做一个语言。其实我嘛感觉讲闽南语会画遮尔大，考遮尔大嘛，感觉怪怪，因为咱去听调声话，其实嘛拢迄潮州话啊，迄是汕头话，其实嘛拢嘛无啥听有，嘿啊，所以伊嘛是要去画做一个闽南语，嘿啊，嘛是，嘿啊。因为潮州人迄因哦，因讲伊无是认家己诶语言是闽南语，伊讲潮州话就是潮州话，毋是福建迄个来讲。因就是安尼认为。正正嘛是有一寡第二文的学者，伊主张讲，人潮州就无要甲闽南语看做是家己的认同，相当咱台湾就迄闽南语迄个名。有个人会摕潮州因迄个状况来看待咱台湾。就是讲，就是认同无共诶问题，是。好，咱时间诶关系吼，等者若是大家也有问题，会使留伫上尾仔才来讨论。今仔日就感谢英成来分享。咱就是。等者，
啊，阿东举手呀。我记毋着，歹势，你继续。足感谢英成的分享，我相信伊人生还有其他足趣味的代志，咱以后会使搁邀请伊来继续分享。